为你唱。这是你孩儿继母，快去见他。见过儿舅母。不小了，外甥女儿快起来，这帮坐下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？真的来了吗？哎呀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迟了！早晨来对西洽唱，今朝定情对他当。你不认识他是我们这里渔民的客人。阮今人素为辣子，你就叫他一声莫辣子就是了。老祖宗，你连二嫂子也没唤作王熙凤。见过二嫂子。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心怀我一生功业世家，是这般美丽的人儿天下少。哪想过老祖宗生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我天心离了蓬莱岛，怪不得我家的老祖宗在人间悲怆快要。唉，只是我妹妹好命苦，姑妈天寿去世早。我一天愁云放在下，你何必雨中多烦恼？哎呀，妹妹，收下，收下！妹妹，你事情来到这里呀？心当作粉儿姐姐在花中，这家中才是你家中你要钱要用把催人弄，谁为求告诉我心呀多谢二嫂子提醒。起来，你们关照当嫂子，上林姑娘带来的人，歇歇去吧。妈妈，姑娘随我来。黛玉带来的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，就把我身边的那个紫鹃丫鬟接了黛玉，好使唤。老太太真是想得周到。经过林姑娘，老祖宗，林妹妹的屋子我也准备好了。这倒不必啦，就让她暂时住在这里，我靠得近一些。等过了山东，到明年春天再领着安置吧。哎呀，林姑娘一来，老祖宗就离不开她了。哎呀！
妹啊！快去见顾林妹妹。林妹妹。这样在一起，一举和睦了啊！来，坐下，妹妹请坐。妹妹，张明，明快点哟。表示你不是。哎，妹妹，你牛没呀？我没有牛，你那块牛也是件喜欢吃吧？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，生的高小不是，还是灵不灵的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孽障，你生气啊？要打骂人很容易，我可算你那命根子哦。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怎么去嘛？今天来了城西市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不是好东西。宝女儿，快带上啊！不要，宝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宝妞，快带上！不要，宝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宝妞，但是你弟知道哈。宝兄弟，快带上！老祖宗不是常说的吗？这富贵佳女，就指望着你这个命根子里。是啊。
姐，请。宝兄弟，你经常挂的那块肉，虽然听说过，却从未仔细的鉴赏过。今天倒要见识一下。好吧，宝姐姐。莫失莫忘，先生很长呀。莫失莫忘，先生很长。你也看得发呆做什么？我听这两句话，倒像我姑娘经书上的两句是也对你。宝姐姐，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，今天也让我上经上经。不要听他的，没有什么事。宝姐姐，你看了我的，岂不让人家看你的呢？我这个倒没有什么好看的，这是上面也写了两句接连话罢了。不离不弃，方力勇气，正好和我是一对呢。宝姐姐。二爷，我到小相馆找过了，林姑娘不在。宝兄弟，我不等他了，改日再去吧。好吧，那我送宝姐姐去。宝姐姐，你的衣服绣得好香啊！我最怕熏香，好端端的衣裳，为什么要熏香呢？那是什么香呢？香是我早起去了冷香湾的香气。冷香湾，那么好闻，请我也来尝尝吧。你闻到了呀？怎么好下去？妹妹，你再去看看啊！二爷，林妹妹，刚才我和宝姐姐在这里等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好啊，你最好与宝姐姐畅快交谈啊！你呀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我陪你去玩去吧。春雨来山，我随意在弄你。哎呀，妹妹，你来看才说世间过去少，情也比实在小。万女团并你精神来，我替你家门去新欢场。你倒别出去玩吧。我到哪里去呀？我看见他们怪你的。我也送着。你真正是我命中的魔仙。咦，你脸上已被谁的指甲划破了？不是的，放在牙的叶子高。你呀，遇着这样的事了，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，大家又得不得清净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家里的人都说我是文思莫忘罢了。好啊，女儿嘞，你得了药，被封为文思莫忘了。别人教的，你可不能教。为什么不能教？我偏要教。你再教，文思莫忘。你再教，文思莫忘。你再教，文思莫忘。你再教，你再教，文思莫忘。那是什么书？
哦，一定是那些功名利禄的书。这样一来呀，可要在宫杀鬼了你。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诳功名闻完却的八股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年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还不趁早叫我看看。好妹妹，我借你一块，我是不怕的。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！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碗也不想吃你。好妹妹，好妹妹。西厢记。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的。我偏要到他一个上夸。好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
让我跌在这池子里，让哪的女把我腾起掉。那张水的风是关于太神去，那隐隐帮起神呀黄昏雨，那红娘晒身上我老夫人，那为民无千品一株肉馒头，我以为你当是头，呸！原来是个人呀辣枪头。好，你是说你这个人？好，我也要去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了好了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哎，坐下来谈别的吧。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。哎，你做个香的，送给我好不好？那可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一个香的，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。这是北京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呀。什么吹得人拿过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的，我要香的，哎，香的。你要一个香的，那很容易。王氏请我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，还有什么金的、玉的。哎呀，你又来了！我们两个一做亲，一长在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他是才来的呀，哎，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？不成。天气分明冷了一些，你穿得这么单薄，为了冷了，还又要伤风了。看，你自己也穿得这样单薄。
你真的要走吗？你这样从亲王府逃出来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把生死二字字字都问，却什么都不怕了。你难道再也不唱戏了？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做戏子的就是皮糊涂，太小的太长工，此去彼去东郊地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奇怪，谁生之分，请二爷休息。的谁对上去做什么？方才贾雨辰来了，要接你，等了你半天才出来，挤出来又无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哼！玫瑰花立坐槐树上，白丫头一道夜深光，自古道世事同名皆衙门，神君别他几文章，可叹你曾经四顾俱不扬，四度尽知偏一旁，只怕是用在那一城东梁，与家与公都复方。请上来是谁背着你上月的？就是小弟北冥。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平时读了些流言文化在肚子里，约了些精致的淘气。哼！等我空了，洗不了你的皮。是。随后在我这
不上进的算账。官才在这里做什么？为不下去读书？是。禀老爷，众人前往府里，余生来见老爷。有请。是，有请。不知大人驾到，遇事原因，望请司才。弃官，弃官，大人请。大人请坐。请问大人，下官奉王命而来，有一事相办，请老先生作之。请大人选明月生好，怎予承办？也不必承办，只需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哪里？哪里？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齐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。至今三五十不见委屈，四次行遭无常，听臣乃终身传授，其关于琳琅宝玉，相交甚恨。听说逃出府去，也是琳琅的资历。故此据老先生专职琳琅，请将其官方为一则。可为王爷奉恳之意，那孩儿来嘛，也免下官求命之苦。请大人稍等，来人，有还宝玉来。是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你因为官贴白胸甲，在外地无方贴玉造表。那只怪是王爷家姐陈凤人，你尽管引得他财富逃。小奴才一不天祖宗争光彩，将何解于我贴烦恼？什么奇怪呀？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啊。可是武传也未见得呀。无错。年有正品十居才，他真的还金还金了。你讲，那几官年卷台上压高，年卷台下马欢笑，谁不愿这身有灵，愿走过夜路桥啊！听说他提举东江，可有此事？大人妻子的心，你红了门啊你！好，我去找他，找他了，便怕什么有嘛，再来请教到此。大人慢走，大人慢走。哎呀，不许走开！原来有话分你。是，大人慢走，大人慢走。请官啊！我怕你总有人在陈同难道是来不知道？
你这该死的奴才！来人，把包玉绑了，去城之外，拿他回来，把门都外上。谁有人拽行到里面去，立即当死！天哪！想我家父乃市里罪淫之仇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成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
我非勒死他不可！老爷，拿绳子来！老爷，拿绳子来！拿绳子来！老爷，要是我的侄儿为我在世上的话，牺牲你当时一个宝牛，就是打死100个宝牛，我也不管。这是事情，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。老爷，求求你饶了他，饶了他吧！你放手来！你放手来！好，你一定要勒死他，你先把我勒死，你放手了吧！你先打死我！你爸娘！老太太，有什么事何必自己走来？我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娘来哄我说话，我大与娃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且将我何谁失去？老太太，做儿子的四次管教，也为的是永宗耀祖。老太太说此话，做儿子的是否当得起呀？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紧受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包娘就经受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包娘，老祖宗，我那不也好，我曾起你孙子哟！老祖宗。先生，你还在忙啊？
兄弟要是没有你的细心照料，只怕他身上的伤虽不能好得那么快了。宝姑娘，你坐一会，我去倒茶来。哦，不用了，坐一会。不用了。什么话呀？和尚道士的话是我信的。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偏要什么才姻缘？宝姐姐，是你呀？啊，宝兄弟，身体可大意了。多谢你千金，我先好了。想必你来了许多时候了吧？我刚走一位，才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来听你骂人的。我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梦中之言不知为心，谁不待他吧？我一来是来望望你，二来听说你近来也做了几岁心事，倒想来拜托一番你。是，倒是做了几岁，总不欠你和林妹妹呀。哎，今天你来了，正好可以评论一下你。那么，请到里面来吧。宝姐姐，请。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的，有什么事跑来去所在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。我
儿啊，难为你背着我们老一辈来迎暖，这才添了我们不少喜事呢。上巧嘴啊！这几年零散的看起来，二嫂子凭他这样巧，只巧不过老太太。我的儿啊，我父亲老了，玩巧什么的？当年我像凤丫头一般年纪的时候，倒是比他顽强呢。是啊，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老太太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赠，千真万真。要从我们家四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好，要是巧，可都不及老丫头哟。老太太，你这话可是生偏了。这倒是真的啊！我是当天老太太才被是宝姑娘好你。孟丫头，老叔叔，快去准备些好吃的，娘儿们今天舒心乐一乐啊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想吃点什么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有办法叫凤丫头办了来请。老叔叔，老太太总是觉他出难题，时常叫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消解。哎呀，姑妈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言神肉酸，要是不言神肉酸啊，早把我也吃了你。老太太，最好，老太太最好。看不尽，看眼深深不归还。什么万岁谢美奉承。
难寻
妹慢走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我今天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休了开手吧。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哎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
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唉。你跳，还怕那牙关不是不知道，我情丝张张结结来照亮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先想，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菜，像一母手生的情同胞。日子忙，情情年年，直到底中间的我俩情里比甚好，谁知道妹妹生大你心也烫，是今是你瞎着眼睛打我叫，三遭事情不理我啊，是宝牛十问落魄大烦恼，我也愁你当年是大爷呀好，为什么冤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愁说也是死也好，为什么被人可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不明不怕宫里梦啊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够确实的归文，怨恨难告。怎么？你在哭啦？我在哭嘞，快死来！喂，滚着你！你要死了，动手动脚的。实话忘了紧，不就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我了。你既这么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牙关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啊，怪不得
了你丫头言起灵，上了你永远里闭门根，撇下我默默凄凉的原美，偏偏生我梨花情。那一日你蒙着耳朵不离人，今日又比纸上的字把字明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惯出来的好事。待我回去问出是谁，定要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倒在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包姑娘来，什么白姑娘来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你还是这些话，你到底还是气我呢，你还是责我啊？哎呦！这有什么要紧的？看，劲都抱起来了，还觉得一脸害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是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意思是天天不着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平时白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带我的心都辜负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生的病。好妹妹，你尚能宽慰一些，陪就为好你。妹妹慢走，你让我再说一句话再走好不好？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的苦心可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这一生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也是为好你，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
万岁，我真有话要问你。今日妹妹身体怎么样？夜里瞌睡好一些了吗？瞌睡倒是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紫娟，妹妹去演我了没有啊？哎，我正要问你，这燕窝是谁教我们的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练录了一股风声。原来是你说的。我们正在疑惑，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，就是每日送一辆燕窝来呢？原来是这样。燕窝吃惯了，吃上2、3年，妹妹的脾就会好呢。这也要多谢你的心了。天气那么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你穿得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八爷，送亲后，我们说话便说话，可不能同声同脚的。眼见他2年小，就生困着不争宠，那些文章生背后都会是你的。可你总不忍心，为何小时候也不认为这时候死的你？况且姑娘也吩咐我们不要和你说笑，你看他心里怨着你，恐还怨不下你。八爷，你是我的妻了。不然生你的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。唉，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，想来你们渐渐的都不理我了。想起这些，我就伤心起来。八爷，真是个野心人啊！哎，只觉我今日倒要试他一试，放一把火练他一练。紫娟啊，你在想些什么啊？我才想，上每日1两燕窝在这里吃惯了，明年回到自己家里去，哪里有钱吃得起这个呀？谁要委屈啊？哎，你李妹妹为宿醉死去家里去呀？哎呀，你呀，你说什么谎来？你同在八呀湖南女，妹妹是受罪远近找不清。老太太临幸怀生女，千里寄归还成婚，她离不开小县观众牵观众，真委屈告诉城内去将门。你太小看神了，你为家父说他生给我，难道是别人所中就不靠旁？你可知水流千里要归他海，胭脂终于他去化了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是说要送官到故乡，心灵的不能在家父试一试，平生事。临家名城来接姑娘啊！八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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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八爷。
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。叫林妈妈到课堂送一位。不得了，别看这人，别见林妹妹了，哎呀，打他去，打他去，打他去！宝玉啊，这不是林家的人，是了林妹妹。林子谁不许他心里？好好好，也不许提到林子，不许心里的情哎。哈哈哈！你们听见了没有？不许心里的情哎！不得了，那被掉头，不是来接林妹妹的吗？大家存在那边的马上要走，马上要走。宝玉啊，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四婶，二爷。林妹妹她从今日去不宝玉近来病得奇怪，那黛玉也是忽然病，忽然好的。以前小孩子们裹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如今，老祖宗，林姑娘是个有心的人，至于宝兄弟不必言语，倒是有的。此事少把他们隔开了，岂不是露了痕迹？老太太，因我看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与宝玉成了亲，也免得将来唱出什么祸来。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。我也正想到这一层了，只是老祖宗，太太眼前不是正放着天配的姻缘吗？哦，在哪里呀？一个金锁，一个宝玉。老祖宗，你怎么放了你？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生
那么我的旨意也就听了。老太太，好端端的有什么事，快起来说吧。是，这话奴婢本是不敢讲的，现在没法子，只好讲了。包爷他去包姑娘，这真是天造地设，配成上，真乃是情玉佩，空生风浪。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个林姑娘。是今啥子娶亲的事，恐天塌的何事一为长，倒不是未曾落雨先得伞，老太太你能提防此，且提防。别的事倒多好说，杀宝玉真是这样，这倒交涉难了。难道不难？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你只管说来。你们都听见了，此事可不许传出去。啥子走了了一个字，小心挡断你们的两条腿。下去。老祖宗，这件事依我看，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负心人可用纸卷这小牙关，对宝玉这是娶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暂且莫一番。你乱得不乱？老祖宗，等到那九兰神也赛，生意之人送你来，关
傻丫头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在这里离哭？你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来评评这个理，他们说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说出了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该打我呀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还不是为了八爷要娶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那谁是为了八爷要娶宝姑娘的事情？万事
姑娘，你就吃一点吧。四娟，你哭什么？我哪里能够死你？姑娘，心碎碎作长，岁岁怎么样叫我自娟真不成？端呀，见你摊开手，随你变成石岩头。镜子里只见你用眼神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透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？真经得东流到城下流到城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愁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荡开你眉上梳风中你好心好意不尽致，你深情却孤独多少事，再来是一生灵魂。乃至满腔温怨飞呀是，只落得路远山口
妹妹，只有你是我最痴心的了，姑娘。乃为你自论自念痴心悲，你本记分报不定，你为我言别而终也未在，你把我关入亲人一样的老太太，怕你不是我在纪念，我也将你当作我的亲妹妹。等孙子好些了再看吧。拿来。姑娘，姑娘。心生气你，好吧，姑娘，这火盆里有汤气，只怕谁不吃了。拿来。
一生
诉老太太、太太、林姑娘、平从，他们怎样死？姐姐，你不要问了，宝二爷真的要去吗？你说什么？宝二爷真的要去保姑娘了。现在今夜正气，新郎头另外收拾好了，上对吩咐，不叫我们知道。宝玉，我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林姑娘怎样了？紫菊姑娘，方才老太太和二奶奶商量过，那边要用你使唤你。要我使唤？再妈妈，你先去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四算是才来听为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，她万一肯信你。紫菊姑娘，你这话对我是倒是是的，可我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再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。紫菊姑娘，紫菊姑娘，我也是长命才去，概不有计呀。好吧，就让雪爷跟我走吧。什么？一个都不去，上头是绕不过人的。再妈妈，
若是难用我妻把身用笔在今宵。
林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宝女啊，你要稳重的啊！我知道，林妹妹，今天是中国当今，天上人间，是地间称勋，满意的是宝妞，你好。
我知道。宝玉啊，这都是为你好啊！我知道。林妹妹，现在做红干头呀。咋知你面是不用，为是泪，恰咋不知你心底曾挂挂腿。敢叫我是我不去看他呢？我在哪里呀？我在哪里？王兄弟，秋山，你来要了我的子弹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也在外面守着你。秋山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边那美人儿是谁？是你的二奶奶，你真糊涂！进去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呢？你怎么问事情连姑娘来了？老爷做事确定是宝姑娘。是啊，是宝姑娘。是啊，是宝姑娘。是宝姑娘。是宝姑娘。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宝玉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不，我方才明明与林妹妹成的亲，是夜晚扶着她的，怎么这下是多变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宝玉，老祖宗，算到脚对众位彻底，属下，属下。哎呀，我以为把你好事尽消停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头城？为什么梅园草把花在？为什么恰巧进了家来去？宝玉，莫不是老祖宗骗我家族亲宝姐姐她盖在我的心上你在哪里？定是千仙爷爷，你十分平，原是官司的检察系。宝兄弟，宝兄弟，我听，你们都听到林妹妹的哭声。宝玉。
了？你怎么样了啊？我这心里的话要死你死，你死！我妹妹都有病，两个病源一定要跟，帮助你帮我放在一起哦，也好了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这也能测想，心啊死了也苦，伤痛恨。哎呦！老祖宗啊，我天下万分无所听。此去妹妹空死生。保佑，保佑，保佑！今天是你的大喜上，你已经病人这个样子，好叫我心疼啊！知道，去你妹也没有用，我找你妹妹去。阿姨，我找你妹妹去，我找你妹妹去。保佑你，我找你妹妹去。保佑林妹妹，她已经死了。放兄弟！
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到如今无人可
去，想不到林妹妹被人抱进家呀，恰原来你被逼死我陪骗。这指望把头能将爱我，哎呀，谁知晓今生里黄头龙中头是命。林妹妹呀，自从举子大观园，几年来你是心头抽筋，家不开。我花满地伤财，老邻居悄唱你不成面，你怕那生死场放到双肩，当时君他果然比你上去宝阿姨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逗留，快回去吧。子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都已经听过了，生已死了，还是个什么呢？子娟，妹妹她临死时讲的什么？想当初姑娘贫从父生里，常贤赐予我知心皮，他这边是人不归河三更起，你那边是同房承诺一天夕，只听他哼声虎豹牛，这心酸的时候我牢记。宝二姨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了。生死
天亮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孩儿，回去吧。